八会馆的负责人郭铁敏涉嫌着洗钱诈欺。去年10月，伫警方通缉进前，抢一部车逃走出境。顶个月伫泰国被逮捕，讲为着要互遣送返来台湾。这个郭铁敏是步数真短。那伫柬埔寨，甲这个柬埔寨的姑娘结婚，摕到柬埔寨的护照，搁开3000万，甲柬埔寨的总理来乌西，拜托着甲引渡到柬埔寨。咱的警政署长甲刑事局长是亲身飞到泰国去拜会着驻泰国的代表，甲相关的执法单位，总算是甲人顺利遣送返来台湾。上新的消息，飞行机伫拄则3点45分已经到桃园机场了。有刑事局甲何鸿送到机场，准备返来台湾。伊就是涉嫌伫咧线顶跋筊地下会前的800会馆负责人郭铁敏，伫咧警察搜索进前逃走出国，即马嘛是落票封抓起来。为了顺利甲人押返来台湾，警政署长黄明昭、刑事局长周友辉亲身飞去拜会驻台代表和相关执法单位，因为郭铁敏封抓了，除了伫咧泰国的感觉开新来票1000万，甲人买收，都惊封抓东去，竟然来找这个人。这位40年的柬埔寨前总理洪森，这个月7号才正式甲伊的会到后生来看。听讲郭铁敏若带柬埔寨太太可以摕到当地护照，嘛开3000万的新台票，甲洪森爸囝乌西，佮答应伊若自由，就会互因更较济。传出柬埔寨因为安尼甲泰国争取引渡权，互郭铁敏返来台湾出现变数。毕竟柬埔寨里面很多黑道都跑不在那边，都有相关要掌握他的消息啊，所以他房子待在柬埔寨是更危险，因为那边很多黑警跟军方，只要黑道花钱，就可以处理到他。郭姓嫌犯所属洗钱诈欺犯罪集团，总计查获该集团成员23名，查扣现金以及不动产，价值新台币数亿元。检警了真侪困难，总算让郭铁敏顺利返来台湾，面对司法的制裁，袂搁再互伊摕压榨钱，伫咧各国继续逍遥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